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直接表明的说我不会演，但他们就是打给我经纪人说，你们家这个妹妹我们以后不会再用这样。我知道我要演一个很性感的人，但我不知道原来要穿这么少，因为其实很感谢，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慧玲姐还有邓导，因为慧玲姐她是真的信任我，她才把大美这个角色给我，因为我之前演过最佳利益，然后因为慧玲姐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胜任大美这个角色，或者是 maybe 她可能知道我身材好像真的有一点点料，所以她就大美让我穿很少这样。可是平常私底下我就比较不会这样，腹挤成这样，只差没有看到那个头哎，那个线很长哎，你有看吗？那线蛮长的哎，我挤得很辛苦，我挤到这边都那个撕胶带这边都那个粘住，然后一直那什么破皮过敏，然后有点留疤。我希望我以后的老公看到应该是不会怎么样。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会比较执着，但我现在看得比较开，就是我现在每一段感情我也是会很认真去谈，然后谈完之后如果没有好的结果，我会觉得至少我自己尽力了，就是把握当下去享受。那如果其实一段不适合的感情，其实走到后面你自己的心也会麻痹，那感觉也会跑掉。当然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是像朋友，又可以是情人，又可以像家人一样的对象，这很重要。会不会有想过呢？这个年纪，我有想过，我想要有一个小孩的年纪，对我想要在35岁以前生，因为35岁以后生小孩好像要做的检查比较多，对，所以我想要35岁以前生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这样子。然后我也会想要结婚，我也想要步入家庭，但是就是随缘，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。毕竟我现在如果怀孕生小孩，我老板会骂我，因为他说你的事业才正要起步，你就去生小孩。我老板就问我说：“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”我就想，好啊，去试试看，应该还好吧。结果去录了3天，马上跟他讲说我不录了，好累啊，我不行，我怕我拖累大家，很可怕那真的是很高压的一个环境。有听说吗？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还好吧，我就年轻不懂事嘛，想说好像应该也还好，就一去哇，早上刚拿到本就要马上进去拍，然后那台词都这样 A4 的纸，你每一句话都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这么宽呢，这大概有4行还5行吧，然后你就要背起来。那时候以为我台语很好，就一进去我台语超烂的，然后我记得刚进去3天，睡不到几个小时，我收工，我马上就抱着我老板说，我们不要录了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害怕会拖累大家这样子。后来还是撑过来了，我真的也很感谢那时候的制作单位体恤我这个菜鸟，然后也很疼我。后续他们让我休息了1个月之后，我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回去演，真的有比较好。第一部大爱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我经纪人他也是他帮我接的，他就说那要不要去演戏？我说好啊，台语应该还好吧，就演的超烂的，烂到爆，真的烂到我觉得导演都很想把我换掉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前面已经拍了，如果可能要换掉，要花更久的时间。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直接表明的说我不会演，但他们就是打给我经纪人说，你们家这个妹妹我们以后不会再用，这样，对吧？他是开玩笑的口气，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开玩笑。对。然后到现场之后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制作单位看到的，以为他在玩，事实上是因为这些大哥大姐们跟他说话，他不能不回。或者是他们也想要培养感情，对。然后我不懂，然后就导致说他们好像看到我那样不认真，那其实没有，我就会想说跟他们培养一下感情，然后也放松一下这样子。